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咗一個讓人哭笑不得嘅新聞，一位保守黨議員聲稱自己某日醒咗之後，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咁瞓喺倫敦一個妓院裏邊，衫都俾人攞走咗。奇怪嘅係呢位非常之奇怪嘅議員卻認為自己係被中國或者俄羅斯陷害啦。哇！呢位英國議員真係好大件事喎，咁都話係中俄陷害，真係笑到肚痛啦。我覺得佢醒返之後，第一件事就係想推卸責任，唔通可以同人講我尋晚飲醉咗，去咗妓院，全身嘅衫褲唔見晒咩？啲選民會點睇啊？所以佢就作咗個藉口出嚟咯。不過我都幾佩服佢嘅創意嘅，竟然可以吹個天馬行空嘅理由。你話佢係俄羅斯特工嘅美人計，我仲可以信多少少。但係中國特工，喂，你咁樣講係咪侮辱緊中國特工啊？人哋好歹都係專業特工嚟㗎，點會搞到你樣衰到咁呢？如果真係中國特工嘅話，你醒返之後應該會發現自己喺北京嘅5星級酒店度，仲要有張字條寫住多謝你嘅合作。我覺得呢位議員可能真係飲醉咗，然之後自己去咗妓院玩，但係醒返之後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唔見得人嘅地方，就想辦法點樣可以擺脫呢個困境，咁就吹咗呢個離晒譜嘅藉口咯。你話佢係咪真係蠢到咁嘅地步呢？我覺得唔係嘅，佢可能係覺得咁樣講反而可以博取同情。如果真係俄羅斯或者中國特工嘅目標呢，呢個英國議員就變咗受害者喎。之後佢就可以轉移視線，唔使再解釋點解自己會喺妓院度啦。不過我覺得佢呢個計劃應該唔會成功嘅，因為佢呢個藉口實在太白痴啦，連啲網民都唔信。我覺得佢嘅政治生涯應該都差唔多完結啦。不過都冇所謂啦，反正佢都已經喺妓院度玩過啦。咁不如乾脆轉行做妓院老闆算啦，咁樣至少佢仲可以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幫人減壓咯。最後，我想同呢位議員講，下次再去妓院嘅時候，記住帶定現金啦，咁樣就唔使擔心俾人偷衫啦。仲有啊，如果真係要推卸責任嘅話，話俾人聽一個比較大眾化啲嘅理由啦，例如我尋晚飲醉咗，俾人偷咗銀包同衫咁樣咯。至少仲有人會信你嘅，